有冇試過喺一秒之間，你嘅理智就好似俾人按熄咗個掣咁，成個人被一股無名火吞噬。嗰一刻，你講出口嘅說話，你做出嚟嘅動作，事後諗返起，連你自己都認唔出嗰個係邊個。等到火氣退咗，你望住眼前嘅一片狼藉，望住對方受傷嘅眼神，心入面只剩低4個字：悔不當初。但係已經太遲啦。我今日想同你講嘅就係呢一團火，佛家叫佢做瞋心。佛陀喺2500幾年前就講過一句說話，呢句說話如果你真係聽得明，可能會救返你成個人生。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意思係，當你動咗一個嗔恨嘅念頭，喺嗰一剎那，你面前就好似打開咗100萬道通往災禍嘅門。你以為你只係發一下脾氣，出一啖氣，講2句狠話，但係喺看唔見嘅地方，你已經親手推開咗無數扇通往痛苦嘅大門。而呢啲門一旦打開，你想再關返埋，已經唔係咁容易嘅事。今日我就想同你一齊行入呢一團火嘅深處，睇清楚佢嘅真面目。睇清楚之後，或者你就會明白點解佛家會話瞋心係3毒之中最猛烈、最難馴服，亦都係毀滅力最強嘅嗰一種毒。喺正式開始之前，如果你都希望可以馴服自己內心嗰團火，希望自己唔好再因為一時嘅衝動而傷害到自己最愛嘅人，請喺留言區打出呢8個字：熄滅瞋火，心開福來。將呢份提醒送俾自己，亦都送俾你身邊每一個容易動氣嘅人。佛家講3毒：貪、嗔、癡。貪係執着於想要嘅嘢，癡係看唔清事物嘅真相，而嗔就係對唔順自己意嘅人同事，生起嘅憤怒、怨恨同抗拒。喺呢3種毒入面，佛陀對瞋心嘅警惕係最深嘅。大智度論入面有一句話講得好清楚：瞋恚之毒，過於猛火，常當防護，無令得入。意思係瞋恨呢種毒比起一團熊熊烈火仲要猛烈，仲要可怕。你要時時刻刻去提防佢，守護住自己嘅心門，唔好俾佢有任何機會走入嚟。點解佛陀會將瞋心比喻成火？因為火嘅特性同瞋心一模一樣。第一，火會燒毀一切，一根火柴可以燒到一座千年古剎，化為灰燼。同樣，一個瞋念可以燒毀你幾十年苦心經營嘅關係、信任同名聲。你諗下，你同一個朋友相識20年，彼此扶持，無話不談，但係可能淨係因為一次爭執，你一時火遮眼，講咗一句最傷人嘅說話，呢段20年嘅情誼就喺嗰1秒鐘灰飛煙滅。第二，火會由細變大，一聲火苗，如果你唔理佢，佢會越燒越旺，最後變成沖天大火。瞋心都係咁，你今日嬲一啲，聽日怨多啲，日積月累，嗰股怨氣會喺你心入面結成一個越嚟越硬嘅塊。第三，火最先燒嘅係生火嘅嗰個人。有一句話講得好啱，憤怒就好似你揸住一個燒紅嘅人，但係喺你擲出去之前，最先被燒聲嘅，揾過飲過係燒紅嘅人。我想同你講一個故事，呢個故事發生喺好耐以前，宋朝年間，江南有一座小鎮，鎮入面住住一個鐵匠，叫做石虎。石虎呢個人打鐵嘅手藝係方圓百里數一數二，佢打嘅刀鋒利耐用，佢打嘅農具結實好用，鎮上嘅人都好敬重佢。但係石虎有一個極大嘅缺點，就係佢個脾氣好似佢個名一樣，又烈又猛。佢嬲起上嚟，連自己阿媽都鬧，連自己老婆都打。鎮上嘅人背後都叫佢做火爆虎，表面上敬重佢嘅手藝，私底下都怕咗佢嗰把火。
石虎自己都知道呢個毛病，但係佢成日同自己講：我呢個人就係直腸直肚，藏唔住嘢，發完火就冇事，唔似得啲人記仇記足一世。佢將自己嘅暴躁包裝成一種坦率，覺得發脾氣係天經地義，係性情中人嘅表現。佢從來都唔覺得呢團火會為佢帶嚟咩災難，直到有一日，嗰日係夏天，天氣熱到好似要焗熟人咁。石虎喺鐵匠鋪入面打一把訂做嘅刀，係鎮上一個大戶人家訂嚟做擺設㗎，要求極高，限期又緊。佢由朝早做到晏晝，揮汗如雨，火爐嘅熱浪加上夏天嘅暑氣，焗到佢成個人都好似一座隨時會爆嘅火山。就喺呢個時候，佢個8歲嘅仔阿牛蹦蹦跳跳走入鋪頭，想攞翻佢嘅木陀螺。阿牛唔小心一腳踢翻咗石虎放喺地下剛剛淬火完成仲熱住嘅刀片，叮一聲，刀片跌落地，有一個細微嘅缺口。石虎喺嗰一刻腦入面轟一聲，所有理智都被嗰股無名火燒到一乾二淨。佢冇諗過個仔只係8歲，佢冇諗過個仔只係貪玩，佢冇諗過呢只係一個可以重新再做嘅刀片。佢淨係感覺到一股衝天嘅怒火由腳底直衝上腦門。佢隨手抄起身邊一把長鉗，向住個仔砸過去。佢只係想嚇下個仔發洩一下，但係喺盛怒之下，佢嘅力度同準頭都完全失控。嗰把長鉗重重咁砸喺阿牛嘅頭上，阿牛連叫都叫唔出一聲，就軟綿綿咁倒咗落地，鮮血由佢嘅額角慢慢流出嚟，染紅咗成塊地。石虎喺嗰一刻先至好似一桶冰水兜頭淋落嚟，瞬間清醒。佢撲過去抱起個仔，但係阿牛嘅身體已經越嚟越涼。任憑佢點樣呼喊，個仔都再無張開過對眼。一個8歲嘅生命就喺佢父親嘅一念春心之下，永遠咁消失咗。石虎抱住個仔嘅屍體喺鐵匠鋪入面跪咗成晚，佢冇喊，淨係張開對眼望住前面，成個人好似俾人抽走咗魂魄咁。嗰把害死咗個仔嘅刀片仲喺度反住微微嘅紅光。佢終於明白，原來自己一直引以為傲嘅直腸直肚、性情中人，並唔係咩優點，而係一頭隨時會反噬自己、傷害至親嘅猛獸。佢一直放縱呢頭猛獸，覺得佢無傷大雅。到頭來，呢頭猛獸吞噬咗佢呢一世最珍貴嘅嘢。阿牛走咗之後，石虎成個人垮咗。佢老婆受唔住喪子之痛，加上對佢嘅怨恨、無奈，都離開咗佢。曾經門庭若市嘅鐵匠鋪，再無人敢上門。鎮上嘅人講起佢，由以前嘅敬重變成而家嘅恐懼同唾棄。一個一念春心起就打死咗親生骨肉嘅人，邊個敢再同佢來往？石虎喺一夜之間，由一個受人尊敬嘅匠人跌落地獄。佢失去咗個仔，失去咗老婆，失去咗事業，失去咗鎮上所有人嘅信任。呢一切都源於佢喺嗰個炎熱晏晝無法控制嘅一念之火。佢以為自己淨係發咗一次脾氣，但係呢一次就賠上咗佢嘅一生。各位，呢個就係一念春心起，百萬將門開最殘酷嘅寫照。石虎以為嗰把長鉗淨係砸向個仔，但係佢唔知道喺砸出嗰一剎那，佢同時親手推開咗喪子之門、離婚之門、破產之門、眾叛親離之門，100萬道災禍嘅門喺佢動念嗰一秒已經同時打開。過咗幾年，石虎已經變成一個流浪漢，喺各地遊蕩，靠人施捨度日。佢唔再打鐵，因為佢一見到火爐就會諗起嗰日嘅情景。有一日，佢流浪到一座深山之中，遇到一座破舊嘅寺院。寺院入面
只剩低一個老和尚喺度打理。老和尚見石虎一身襤褸，滿面風霜，眼神空洞得好似一個死人，於是收留咗佢，俾啖飯佢食。石虎喺寺院住低咗，佢成日對住個老和尚發呆。終於有一日，佢忍唔住將自己嘅故事一五一十咁講咗出嚟。佢講到激動之處，捉住自己嘅頭髮，痛哭流涕。師父，你話我係咪一個魔鬼？我親手殺死咗自己嘅仔，我恨我自己，我恨嗰一團火，但係我控制唔到佢，我真係好憎自己，我覺得自己唔配活喺呢個世界上。老和尚靜靜咁聽佢講完，冇即刻安慰佢，反而問咗佢一個問題：施主，你話你控制唔到嗰團火，咁我問你，假如嗰日喺你面前嘅唔係你個仔，而係嗰位向你掟刀嘅大戶人家老爺，佢踢翻咗你嘅刀劈，你仲會唔會一鉗砸過去？石虎一愣，佢老老實實咁回答：唔會，當然唔會，佢係我嘅大客，得罪唔起，我頂多會喺心入面嬲，但係表面上一定會陪笑面，講無事無事。老和尚又問：咁假如踢翻刀劈嘅係袁太爺呢？石虎搖頭，更加唔會，我跪低同佢賠罪都怕來唔切。老和尚微微一笑，講出咗一番令石虎當場僵硬嘅說話：你睇，原來你並唔係控制唔到嗰團火，喺有錢有勢嘅人面前，喺你得罪唔起嘅人面前，你嗰團火控制得清清楚楚，服服帖帖。你之所以將嗰團火毫無保留咁發喺你個仔身上，唔係因為你控制唔到，而係因為你潛意識入面知道佢只係一個細路，佢唔會還手，佢唔會報復你，佢係你呢個世界上最弱小、最唔需要付出代價就可以欺負嘅一個人。施主，你嘅親心從來都唔係衝動，佢係一條識得睇人下菜碟嘅毒蛇，佢淨係咬嗰啲咬咗都唔會反噬你嘅人，而呢啲人往往就係喺呢個世界上最愛你、最唔會離開你、最值得你溫柔對待嘅人。石虎聽完呢番說話，好似俾一道雷劈中咁，跪喺地下，再都企唔起身。佢一直以為自己係控制唔到脾氣，原來真相係佢只係將呢團火留俾咗最唔應該承受嘅嗰個人。佢將喺外面受嘅氣、受嘅委屈、受嘅壓力，全部都傾倒喺一個8歲嘅毫無還手之力嘅孩子身上。呢個發現比起喪子之痛，更加令佢羞愧到無地自容。老和尚扶起石虎，繼續同佢講：佛家講親心有一個好深嘅道理，親心嘅本質唔係嗰件令你發火嘅事，而係你內心嘅不接受。你諗下，同一件事發生喺唔同人身上，反應完全唔同。一杯水打翻咗，有啲人覺得冇所謂，抹乾佢就算；有啲人就會暴跳如雷。事件係一樣嘅，但係心唔同，所以反應就唔同。所以令你憤怒嘅，從來唔係外面嗰件事，而係你嗰顆唔肯接受現實嘅心。事情已經發生咗，刀劈已經跌落地，你嗰股嬲怒可以令刀劈變返完好如初咩？唔可以。佢唯一能夠做嘅就係喺已經發生嘅損失之上，再添加一場新嘅更大嘅災難。親心從來都解決唔到任何問題，佢淨係識得製造更多嘅問題。佛家有一個比喻講得好好，叫做第二支箭。佛陀問弟子：當一個人俾箭射中，會唔會痛？弟子答：會痛。佛陀又問：咁如果佢中咗第一支箭之後，緊接住又中多一支箭，係咪會更痛？弟子答：當然更痛。佛陀就話：喺生活之中，我哋無可避免會中第一支箭，就係嗰啲令我哋唔開心嘅事，譬如損失，譬如被人冒犯，譬如不如意。呢支箭係客觀發生嘅，我哋避唔到，但係
第二支箭係我哋自己射向自己㗎。當第一支箭射中我哋之後，我哋因為嗰件事而生起嘅憤怒、怨恨、懊惱，就係嗰第二支箭。第一支箭嘅痛係肉體嘅，係短暫嘅，但係第二支箭嘅痛係心靈嘅，係持久嘅，而且往往比第一支箭嘅傷害大10倍、100倍。石虎，你個仔踢翻刀劈，係你中嘅第一支箭，但係真正殺死佢嘅係你自己射出嘅嗰第二支箭，你嘅親心。石虎喺寺院住咗落嚟，跟住老和尚修行，佢開始學習點樣去觀察自己嘅內心，點樣喺嗰團火剛剛升起嘅時候就察覺到佢嘅存在。老和尚教咗佢一個方法，叫做覺察與停頓。老和尚話，親心嘅可怕在於佢來得太快，由念頭升起到化為言語同行動，往往只係1-2秒之間，快到你嘅理智完全嚟唔切反應。所以對治佢嘅關鍵就係喺呢1-2秒之間，硬生生咁插入一個停頓。當你感覺到怒火升起嘅時候，唔好即刻講嘢，唔好即刻行動。你可以喺心入面默念，或者深呼吸3下，或者乾脆轉身行開。你淨係需要為自己爭取個短短嘅幾秒鐘，因為你要知道，親火嚟得快，但係去得都快。佢就好似海上嘅浪，一個浪打過嚟，氣勢洶洶，但係如果你唔即刻反應，等佢自己過咗，你就會發現原來嗰件事根本無你想象中咁嚴重。佛家有一句話講得好，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呢度嘅忍唔係叫你壓抑，唔係叫你死忍爛忍，將怒火吞落肚，等佢喺體內慢慢侵蝕你。真正嘅忍係一種智慧，係喺嗰個關鍵嘅停頓之中，你嘅理智重新奪返主導權，你睇清楚咗事情嘅全貌，你明白咗發脾氣完全於事無補，於是你主動選擇放低嗰團火。呢個唔係軟弱，呢個係一個人最大嘅力量。能夠戰勝千軍萬馬嘅人係勇者，但係能夠戰勝自己嘅親心嘅人先至係真正嘅強者。法句經入面講，勝千人於戰場，不如自勝己，是最為戰中之上者。意思就係喺戰場上戰勝千萬個敵人，都不如戰勝你自己。能夠戰勝自己嘅人，先至係所有戰士之中最頂尖嗰一個。老和尚又同石虎講咗一個更深層嘅道理，關於親心嘅根源。佢話世間嘅人發脾氣嘅原因好似有千萬種，但係如果你向內一直追問落去，你會發現所有嘅憤怒最後都指向同一個源頭，就係我執。咩叫我執？就係過分執着於呢個我嘅面子、我嘅利益、我嘅想法，我認為應該係點樣。當外界嘅人同事唔符合我嘅期望，唔順從我嘅意願，威脅到我嘅利益，傷害到我嘅面子嘅時候，親心就會自然升起。你諗下，石虎嗰日點解咁嬲？表面上係因為刀劈跌咗，但係更深一層係佢覺得我嘅心血俾你破壞咗我嘅權威，俾你挑戰咗我嘅情緒，應該得到發洩。一切都係圍繞住嗰個我，所以佛家修行到最後收嘅就係呢個我字。當你嘅我越嚟越淡，越嚟越少，你嘅親心就會自然減弱，因為你唔再咁執着於一定要點樣，你開始接受這個世界本來就唔會完全順從你嘅意願。花會落，月會缺，人會犯錯，孩子會頑皮，呢啲都係再自然不過嘅事。當你嘅心可以容納呢啲不完美，你內心嗰團火就會慢慢熄滅。一個內心寬廣得好似大海嘅人，你掉一團火落去，火好快就會被海水淹熄。
但係一個內心狹窄得好似一杯水嘅人，小小嘅火星都可以將佢成杯水煲到滾滾。你想做大海，定係想做一杯水？答案就喺你自己嘅修行入面。石虎喺山上修行咗10年，10年之後，佢成個人完全變咗。佢嘅眼神由以前嘅空洞同暴戾，變成而家嘅平和同慈悲。佢落山之後，返到嗰個曾經唾棄佢嘅小鎮，佢重新開返間鐵匠鋪，但係佢已經唔係以前嗰個火爆虎，佢變得異常溫和。無論遇到幾唔講理嘅客人，幾搗蛋嘅細路，佢都可以面帶微笑，心平氣和。鎮上嘅人都覺得唔可思議。有人問佢：石虎，你以前個脾氣咁烈，點解而家可以變到咁好？石虎放低手上嘅鐵錘，望住爐火，平靜咁講：因為我用咗呢一生最慘痛嘅代價，先至明白一個道理，火係用嚟打鐵嘅，唔係用嚟燒人嘅。我以前以為發脾氣係我嘅本性，改唔到，但係而家我明白，所謂改唔到，只係因為我從來都唔願意改。我每一次都藉口放縱佢，到頭來俾佢吞噬咗我最愛嘅人。如果可以早10年明白，我個仔就唔使死。佢講呢番話嘅時候，眼角有淚光，但係佢嘅心已經前所未有咁平靜。佢喺鐵匠鋪嘅門口掛咗一塊牌匾，上面刻住4個字：濟怒如鐵。提醒住自己，亦都提醒住每一個入嚟嘅人。佢將個仔嘅忌日當成自己嘅修行日，每年嗰一日，佢都會喺寺院度過，提醒自己永遠都唔好忘記春心曾經帶俾佢嘅毀滅。故事講到呢度，我想停一停，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冇喺你嘅生活之中做過石虎做過嘅事，或者程度冇咁嚴重，但係本質上係一樣嘅？你有冇試過喺公司受咗上司嘅氣，唔敢出聲，但係返到屋企就將呢股氣發洩喺老婆或者老公身上？你有冇試過喺外面受咗委屈，唔敢同人計較，但係轉個頭就因為一啲微不足道嘅小事，向你嘅父母、你嘅孩子大發雷霆？如果有，咁你就要好好咁諗一諗，老和尚講嗰番話啦。你嘅脾氣係咪都係識得睇人下菜碟？你係咪都係將最壞嘅情緒留俾咗呢個世界上最愛你、最包容你嘅人？我哋成日都喺度傷害最親嘅人，因為我哋潛意識覺得佢哋唔會離開，佢哋會原諒我，佢哋係安全嘅。但係正正係呢一種理所當然，喺日積月累之下，會將最深嘅感情一點一點咁消磨殆盡。等到有一日，當你最愛嘅人真係離開咗你嘅時候，你先至會發現，原來佢哋嘅包容唔係無底線嘅。原來你嗰啲你以為過咗就算嘅脾氣，喺對方嘅心入面早就已經結成咗一道道無法愈合嘅傷疤。唔好等到失去之後先至嚟後悔。石虎用佢個仔嘅生命換返嚟嘅教訓，我哋唔需要親身去經歷一次先至明白。接落嚟，我想同你分享幾個實際嘅方法，幫你喺日常生活之中去馴服你內心嗰團火。第一個方法，認得佢嘅身體信號。親心升起嘅時候，你嘅身體一定會有反應，可能係心跳加速，可能係呼吸變得急促，可能係拳頭不自覺咁握緊，可能係面部發熱，可能係胃部一陣抽緊。你要學識去認得呢啲信號。當你察覺到佢哋出現嘅時候，你就要知道警報響起啦，我嘅怒火開始升溫啦，我而家要特別小心，唔好做任何衝動嘅事。光係呢一份覺察就已經可以幫你避免好多災難。因為大部分人發脾氣都係喺一種完全冇意識嘅狀態之下發生，佢哋俾情緒牽住走，事後先至後悔。但係如果你可以將呢個過程意識化，你就奪返咗主動權。
第二個方法，物理隔離。當你感覺到自己快要忍唔住嘅時候，最簡單、最有效嘅方法就係離開現場，同對方講一句：我而家需要冷靜一下，然後行去另一個房間，或者去到屋外行幾個圈。物理上嘅距離可以好有效咁切斷情緒嘅累積。好多時候，我哋越嗌越大聲，越講越激動，就係因為兩個人困喺同一個空間，互相刺激，火上加油。當你抽離咗呢個環境，嗰團火就會自然冷卻落嚟。第三個方法，轉換視角。喺你發脾氣之前，試下問自己一個問題：呢件事1年之後，我仲會唔會在意？10年之後呢？我哋好多時候發嘅脾氣，都係為咗一啲雞毛蒜皮、微不足道嘅小事。但係喺當下嗰一刻，我哋會將佢無限放大，覺得呢件事好嚴重、好過分，唔可以忍。但係如果你將時間嘅維度拉長，你就會發現呢啲事根本唔值得你發咁大嘅火，更加唔值得你為咗佢去破壞一段珍貴嘅關係。1年之後，你連呢件事都已經忘記咗，咁你而家又何必為咗佢傷害你眼前嘅人？第四個方法，培養感恩同慈悲。親心嘅相反係慈悲。一個內心充滿感恩同慈悲嘅人係好難生起嗔恨嘅。當你想嬲一個人嘅時候，試下諗一諗佢嘅好，試下諗一諗佢都只係一個同你一樣有煩惱、有痛苦、會犯錯嘅普通人。佢可能都係因為自己嘅無明同習氣，先至會做出令你唔開心嘅事。佢都係苦海中嘅一條船。當你可以用呢一種理解同慈悲嘅眼光去睇對方，你心入面嗰股怒火就會慢慢被一種柔軟嘅感覺取代。佛家修慈悲觀就係專門用嚟對治親心嘅。你越慈悲，你就越唔容易嬲，因為你嘅心已經被愛同理解填滿，再無位置可以容納仇恨。我想同你再講一個關於親心嘅深層道理。呢個道理係關於因果。佛家講一切都係因果，你今日種落嘅因，將來一定會結出對應嘅果。親心呢樣嘢喺因果嘅層面係非常可怕嘅。點解？因為嗔恨會種落最壞嘅種子。你向一個人發脾氣，傷害咗佢，呢個傷害唔會憑空消失，佢會喺對方嘅心入面種落一粒怨恨嘅種子。呢粒種子可能會喺將來嘅某一日，以你意想不到嘅方式反彈返你身上。一個成日發脾氣嘅人，會慢慢將身邊所有嘅人都趕走，佢嘅人際關係會越嚟越差，佢嘅貴人會越嚟越少，佢嘅福報會越嚟越薄。呢個就係佛家講嘅火燒功德林。你諗下，你辛辛苦苦咁去行善積德，去幫助別人，去經營你嘅人際關係，就好似辛辛苦苦咁去種植一片功德嘅森林。但係一把嗔恨之火可以喺一瞬間將你呢片辛苦經營嘅森林燒到精光。華嚴經入面講，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火燒功德林。你之前所做嘅一切善事，所積嘅一切功德，都可能因為你一次嘅大發雷霆而付諸流水。所以唔好以為發脾氣只係一件小事，喺因果嘅天秤上面，佢嘅份量重得超乎你嘅想象。一個真正有智慧嘅人，會好好咁守護自己嘅親心，就好似守護自己嘅功德森林咁，因為佢知道發一次脾氣嘅快感係短暫嘅，但係佢所帶嚟嘅損失可能係永久嘅。當然，我講咁多唔係叫你做一個冇感情、唔識嬲嘅人。佛家講嘅唔係要你加一求，真正嘅修行唔係冇咗情緒，而係唔再被情緒控制。情緒嚟，你知道佢嚟，你睇住佢，但係你唔跟佢走，你做返你情緒嘅主人，而唔係佢嘅奴隸。
有時候啱當嘅表達唔滿同情緒係健康嘅，係必要嘅。問題唔係出喺有冇情緒，而係出喺你係用一種傷害性嘅失控嘅方式去發洩，定係用一種理性嘅有建設性嘅方式去表達。譬如話，當你嘅孩子做錯咗事，你可以好嚴肅咁同佢指出佢嘅錯誤，教佢點樣改正，呢個係教育。但係如果你係出於一股無名火去打佢，去鬧佢，去羞辱佢，咁就係嗔心，就係傷害。同一件事，出於愛嘅嚴厲同出於嗔心嘅暴露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前者可以幫到孩子成長，後者只會喺孩子嘅心入面留低陰影。所以馴服嗔心唔係叫你變得麻木，而係叫你變得清醒。喺每一個情緒升起嘅當下，你都清清楚楚咁知道自己係喺愛定係喺恨。你嘅言行係出於智慧定係出於衝動。講到呢度，今日呢一集都差唔多嚟到尾聲。我想用幾句話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一念春心起，百萬障門開。嗔心係三毒之中最猛烈嘅毒，佢好似一團火，會燒毀你嘅關係、你嘅福報、你嘅功德，而最先被燒傷嘅永遠都係你自己。我哋好多人都同石虎一樣，將自己嘅嗔心包裝成性情中人，直腸直肚。但係真相係，我哋只係將最壞嘅脾氣留俾咗呢個世界上最愛我哋嘅人，因為我哋知道佢哋唔會還手，佢哋唔會離開。但係呢一種理所當然，正正係最殘忍嘅傷害。馴服嗔心唔係靠死忍，而係靠覺察。喺怒火升起嗰一兩秒之間，為自己爭取一個停頓，等嗰個浪自己過去。佢嚟得快，去得都快。真正嘅強者唔係戰勝別人嘅人，而係戰勝自己內心嗰團火嘅人。記住，火係用嚟取暖、用嚟煮食、用嚟打鐵嘅，唔係用嚟燒毀你嘅生命同你愛嘅人嘅。當你下一次感覺到怒火升起嘅時候，請你停一停，諗一諗石虎嘅故事，諗一諗嗰把長鉗，諗一諗一念春心起，百萬障門開呢句說話，然後你就會有力量將嗰團火輕輕咁放低。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嘅生命之中有冇一個人係你成日將脾氣發喺佢身上，但係佢卻一直默默咁包容你？可能係你嘅父母，可能係你嘅伴侶，可能係你嘅孩子。今日睇完呢一集，唔該你去同佢講一聲對唔住，同佢講一句多謝，多謝佢一直以嚟嘅包容，對唔住自己曾經嘅失控，唔好等到好似石虎咁失去咗先至嚟後悔，因為有啲門一旦打開就永遠都關唔返埋。如果今日嘅內容有觸動到你，請將佢分享俾你身邊嗰啲容易動氣嘅人，可能你嘅一個小小分享就可以喺某一個關鍵嘅時刻幫一個人撳熄佢心入面嗰團火，避免一場本來會發生嘅悲劇。亦都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低你自己同嗔心搏鬥嘅故事，或者你曾經因為一時衝動而後悔嘅經歷。你嘅分享可能會點醒另一個正喺懸崖邊緣嘅人。願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學識做自己情緒嘅主人，熄滅心中嗰團春火，讓平和同慈悲成為我哋生命之中最溫暖嗰一束光。